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事快靚正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。話今日又有一單勁爆嘅新聞要同大家講，呢次係發生喺元朗嘅爆竊案，而且仲要係一個好特別嘅案件，涉及嘅賊人竟然係嚟自4個唔同國家。今日凌晨7個分別嚟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埃及同法國嘅男子組成爆竊黨，潛入元朗八鄉一間村屋爆竊，點知俾戶主撞破，最終全部人贓並獲。呢單案真係好有戲劇性，我哋今日就嚟詳細分析下。首先講返案發經過。今日凌晨時分，元朗八鄉一間村屋嘅女戶主瞓緊覺，突然間聽到屋企有異樣聲響。佢醒咗之後，發現屋企入面竟然有賊人，即刻嚇到，即刻報警。警方接報之後，火速趕到現場，喺附近接獲一架私家車。車上面坐住7個可疑男子，警方當場搜查，發現呢7個男人身上同埋車上面都有大量贓物，包括手錶、首飾、現金等等貴重物品。警方初步點算，檢獲嘅財物總值大概2萬蚊。7個賊人全部當場被捕，涉嫌爆竊同埋管有攻擊性武器，而家正被扣留調查。呢單案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7個賊人嘅背景。根據消息透露，佢哋年齡介乎17歲到36歲，當中4個係巴基斯坦裔，一個係印度裔，一個係埃及裔，仲有一個係法國裔。講真，呢個組合真係幾罕見，好似聯合國咁，嚟自4個唔同國家嘅人組成一個爆竊集團，真係令人大開眼界。講到元朗八鄉呢個地方，其實係村屋林立，環境比較偏僻。夜晚人流唔多，所以成為咗賊人嘅目標。近年嚟，新界村屋爆竊案時有發生，啲賊人專門揀啲獨立屋或者人煙稀少嘅村屋落手，因為佢哋覺得呢啲地方比較容易入手，又唔容易俾人發現。不過呢班賊人今次真係衰咗，計唔到女戶主咁警覺，一有動靜就即刻醒覺同埋報警，而且警方反應都好快。迅速趕到現場，喺附近接獲佢哋，可以話係人贓並獲。如果唔係女戶主咁機警，又或者警方反應慢啲，呢班賊人可能已經逃之夭夭。講到警方喺呢單案嘅表現，真係要讚一讚，由接報到拘捕，成個過程都好迅速有效，而且警方仲喺現場檢獲攻擊性武器，證明呢班賊人係有準備。如果遇到反抗，可能會使用武力。好彩今次冇人受傷。如果真係發生衝突，後果可能會好嚴重。呢單案帶出咗幾個社會問題，第一就係外籍人士犯罪嘅問題。香港作為國際都會，有好多外籍人士喺度生活同工作，絕大部分都係奉公守法嘅良好市民，但係亦都有少數人會利用香港相對自由嘅環境進行犯罪活動。呢單案就係一個例子，嚟自4個唔同國家嘅人組成犯罪集團，喺香港進行爆竊活動。第二就係村屋保安嘅問題，新界好多村屋都係獨立屋，冇乜保安設施，好容易成為賊人嘅目標。住喺村屋嘅居民要特別注意家居保安，例如安裝防盜系統、閉路電視、加固門窗等等。特別係夜晚，如果聽到可疑聲響，千祈唔好自己去查看，應該即刻報警，等警方處理。第三就係跨國犯罪集團嘅問題。呢單案入面，涉案人士嚟自唔同國家，佢哋可能係有組織、有計劃咁進行犯罪活動。呢一類跨國犯罪集團通常會利用語言同文化優勢，喺唔同地方進行犯罪。執法部門要加強國際合作，打擊呢類跨境犯罪活動。講返呢7個被捕人士，佢哋而家面對爆竊同管有攻擊性武器2項控罪。爆竊罪一旦定罪，最高可以判監14年。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都可以判監禁，所以呢班人如果罪名成立，隨時要坐幾年監，之後仲可能會被遞解出境。而且呢班人當中仲有一個只係17歲，咁後生就已經參與爆竊活動，真係好可惜。年紀輕輕就行錯路，人生就毀咗，唔知係咪受到其他人慫恿，定係因為經濟壓力，總之都好唔值得。希望佢可以好好反省，改過自新。講到呢度，
我都想提醒下住喺村屋或者獨立屋嘅居民，一定要加強家居保安意識。如果經濟能力許可，最好安裝防盜系統，有閉路電視就更加好。一嚟可以嚇咗賊人，二嚟萬一真係發生爆竊，都有證據提供俾警方調查。另外，鄰里之間都要互相守望。如果見到可疑人士喺附近徘徊，或者見到陌生車輛長時間停泊，都要提高警覺。有需要嘅話就報警，呢個唔係多管閒事，而係保護自己同鄰居嘅安全。呢單案亦都反映咗香港雖然係安全城市，但係犯罪活動始終存在。市民要時刻保持警覺，做好防範措施，而執法部門都要繼續加強巡邏同打擊罪案，特別係針對新界偏遠地區嘅爆竊案。不過我哋都要留意，呢單案可能只係冰山一角。呢班人今次被捕，但係之前有冇進行過其他爆竊活動呢？警方應該會調查佢哋過往嘅行蹤，睇下有冇其他未破案件係佢哋做㗎。如果揾到更多證據，佢哋可能會面對更多控罪。最後我都想講下呢單案雖然涉及外籍人士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因此就歧視所有外籍人士。絕大部分喺香港生活嘅外籍人士都係守法良民。佢哋為香港嘅多元文化同經濟發展作出咗好大貢獻。我哋要針對嘅係犯罪行為，而唔係某個族群或國籍。呢單元朗村屋爆竊案，警方而家仍然調查緊，相信好快就會有更多案情細節公開。我哋會繼續跟進，為大家帶嚟最新消息。希望呢單案可以警惕其他有犯罪念頭嘅人，唔好以身試法。最終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。好啦，今日嘅時事快靚正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哋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多謝大家收睇時事快靚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